到大眾生活嘅時間，好多人都知道啦，養寵物咧可以為主人帶嚟無限嘅歡樂。最近呢，就有一個動物醫生嘅計劃，可以俾主人帶同寵物一齊去做義工，將歡樂帶俾有需要嘅弱勢社群。動物醫生自去年10月成立以嚟，已經有22隻狗醫生。咁當中最多嘅就係性格溫順友善嘅金毛尋回犬，同埋聰明活潑嘅史納莎。嗱，其實咧做狗醫生咧，佢只係佢個性格活潑啦。其實佢喺屋企同個主人，譬如建立到一啲好密切嘅關係啊，或者教識咗佢一啲動作啊，或者同佢即係時時有一種溝通啊咁樣咧，其實已經係可以係一個基本上嘅條件嚟㗎啦。咁如果再經過喺生保人面前，佢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不安嘅情緒咧，咁其實佢都已經係適合做狗醫生㗎啦。其實我哋都而家仲物色緊一啲貓仔啊，或者係兔仔啊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動物醫生嘅。動物醫生雖然冇讀過大學，更加唔識開藥方，不過咧佢哋都要通過考試，咁就係健康考核、性情測試同埋控制能力評核3方面。其實咧如果要經過狗醫生咧，最初步咧，我哋會係即係先俾一個測試俾佢，例如佢食緊嘢嘅時候，你掹佢啲嘢食，佢會唔會發嬲啦？或者你掹佢耳仔啊、尾啊，佢會唔會會唔會嬲啦？咁其實即係基本上咧，如果佢係呢2樣都可以通過嘅咧，就可以再進一步睇下佢適唔適合做狗醫生㗎。通過評核之後，就成為實習動物醫生。喺實習期間，會進行3到5次模擬嘅探訪活動，觀察下動物喺面對人群同埋陌生人嘅反應係點。表現良好就正式註冊成為動物醫生啦。咁喺出診嘅時候咧，會佩戴圍巾同埋工作證。動物醫生出診嘅時候唔會安排啲乜嘢高難度表演，咁主要咧係俾機會被訪者摸下、拖下狗醫生行下咁。摸下佢啦，你唔好拍佢喎。從佢哋歡樂嘅笑聲中，咁就知道有幾開心啦。澳門動物福利會會長莫嘉蓮話：初步定為1年會進行1次嘅評核，每2年就會為註冊咗嘅動物醫生進行復檢。喺狗醫生出診之前呢，主人都會特別帶佢哋去沖涼扮靚，以最佳狀態示人。狗醫生平均1個月出診1次，咁到目前已經出診過4次啦。4次都有到嘅就係 Jessica 同埋佢嘅愛犬細佬，今年5歲幾，係一隻史納莎。咁由於佢曾經被遺棄過，咁所以性格特別靜，試過坐喺張凳度同小朋友對望好耐都唔喐。要幫佢扮靚啦、梳毛啦，仲要睇佢會唔會有即係唔舒服啊，因為驚即係傳染咗俾啲細路仔啦，同埋瞓下佢咯。訓練下佢啲乜嘢？即係stay 啊，要佢即係坐喺度啊，即係有耐性啲咯，驚佢成日走嚟走去，因為史納莎人哋成日覺得係會曳啲咧，難 control 啊，所以就通常都會做呢啲先咯。喺屋企一定係曳啲啦，因為自己地盤啊嘛。因為我屋企有4隻狗，仲有3隻鬆獅。3隻鬆獅？係啊，其中有1隻都係狗醫生嚟嘅，不過今日有啲唔舒服，所以冇出嚟。同細佬一樣出診過4次嘅就係5歲嘅曲卡 Junie， 佢嘅主人呢就話 Junie 好中意同人玩，又唔怕陌生人。會嘅，有啲都好肉緊，會搣佢啊，掹佢啲毛啊咁，但係佢都冇乜所謂嘅，所以我覺得佢性格幾好咯。掹耳仔都唔係啊，掹佢耳仔，掹佢啲毛啊，掹佢背脊啲肉啊，有好多係好肉緊咯。佢唔係想傷害佢啊，而係佢好肉緊咯，見到佢咁，但係佢都冇乜反抗咁樣嘅。呢一隻對鏡頭好有興趣嘅金毛尋回犬 Coffee， 識得聽泰文同埋英文。其實佢真係好似我頭先講咧，佢本身之前係檢疫嘅期間咧，所以其實佢2個禮拜之前先出嚟咧，真真正正出嚟咧。呢次係佢真係第一次參加嘅。咁之前咧，佢係喺即係佢係由邊度嚟？係喺佢本身係喺泰國，佢由細到大都係喺泰國度長大嘅。咁佢今年2歲咧，咁我好細個已經養佢噶啦，由細。上個月探訪曉江中心係 Coffee 第一次出診，表現點樣呢？
今日表現都 OK， 因為佢出嚟咧就會好乖嘅，咁同埋咧其實佢可以做得好啲嘅，不過可能佢係第一次咧，希望下一次會更多，即係可以表演更多動作啊！要集合各位狗醫生嘅主人喺百忙中抽時間帶同狗隻出席探訪活動，實在難得。不過莫嘉蓮話已經有探訪過嘅兒童院，希望狗醫生能夠再次探訪，可見呢個計劃已經成功踏出咗第一步。想帶同寵物參加動物醫生計劃，又或者想邀請動物醫生到來探訪嘅人士，可以喺辦公時間致電288-22783，又或者到寵物店度索取有關嘅章程。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同大家睇下啲財經消息。日經平均指數跌7點，報17,931點。